7颗钻石下。 도제 팔람드 매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欢迎收看《快乐汉藏语》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。老主座，今年老大了几把个数学，大家自己老着学经验。同妈的老的公民弄的能想就这些。下用焦渴，焦渴。感动，感动。喜出望外，喜出望外。嘎着前面，嘎着前面。匆匆忙忙，匆匆忙忙。这怎怎，这怎怎。小姑娘匆匆忙忙跑回家。那边嘛，这怎怎啊，抢的就送。同学们，我们继续学习《7颗钻石》这篇课文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无私和广博的爱能给人间带来奇迹，能够创造美好的世界。我们先来学习这节课的新词语、新句子。老主座，这里我自己问的呢，都这怕冷等些为冷些的中间人。当军的，人先当相对前部里，我查云机这些枕头把的订阅者，同嘛我今年的名气撒巴了几大。名气撒巴，涌出。多鲁啊，清澈。当嘛，新鲜。错嘛，水罐里涌出了一股清澈新鲜的水流。秋地能呢，秋当时张马是多凶。小姑娘走着走着，却被石头绊了一跤，水洒了一地。那个嘛的着呀，路巴的光巴多了土呢，我定路比却从马撒了屁股。呀，真可惜！阿卡，我们出来的啥？小姑娘在回家的路上，还让小狗舔了剩下的水。那个米啷看的，却啷着的，却去了多去吧的。啊，真善良！阿吉，点这你这钱不啊？当小姑娘把罐交给母亲，母亲不喝，她要小姑娘喝。这时，她的水罐变成了金的。人生地下呢，可没吃的点，我的等着hin。莫以吃的点，阿妈来这种，阿妹吃痛么着呢，伯母来痛就个，吃的点，谁的等着送。哇，好神奇！阿妈，我那等着样子钱不？当小姑娘正想凑上去喝水时，门外来了一位路人讨水喝。小姑娘咽了一口唾沫，把水罐递给了路人。那个米吃看过痛伤的，小罗你吃老么话是天位，没看到上去呢，吃嘛看过没有的，吃的的老么话了这把的。然后呢？对呢，第一集吃的的。这时，水罐里跳出了7颗钻石，还涌出了一股巨大的、清澈新鲜的水流。第一个是吃的奴呢，多接拍了等爸爸妈子，吃什么是多啊的呀？好啦，同学们，看完了这段情景动画，你们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什么吗？呀，老主座。个人的做了大菜鸡，却这个
明天得到个高的现象。他念这些涌出，形容水不断的急速流出的状态。多完呢，那却说嘛不呢，云马切把人把用一点。清澈就是清净透明的意思。当嘛呢，这所牛半面别当时怎么了些？新鲜有6种解释，这儿指清新洁净没有污染的水。说嘛呢，只能没把人撒巴拉过。同学们，了解了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、新句子，现在让我们共同来读一读吧。老主座，这个明天撒巴的呢，老中些杂技，大家今年的经典啊。伦敦下雨，涌出，涌出，多路啊，多路啊，清澈，清澈，当嘛，当嘛，新鲜，新鲜，错嘛，错嘛。水罐里涌出了一股清澈新鲜的水流。水罐里涌出了一股清澈新鲜的水流。秋地能呢，秋当时怎么是多凶？秋地能呢，秋当时怎么是多凶？片子节目节哇。老周错，这个明天撒巴呢写而群，大概就话那座椅切做了具体练习。我个他念道理，说嘛西巴的公园错句，切去三路什么东西练就。呀，老周错，切去练用大把的工人，看，错嘛，要想练这种。同学们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。老主座，大家就这里路边他念撒巴的到下中这些。涌出，多路啊，涌出，多路啊。清澈，当嘛，清澈，当嘛，新鲜，破嘛，新鲜，破嘛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，让我们来共同书写一下吧。这里我记他念撒巴个中意的，但我今年的禁止一打啊。多路啊。当嘛，错嘛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再见。老主座。这里个老千的年长下来人打的木鸡。